嗨，我係阿啤，呢度係一個讀書俾你聽嘅 channel， 有啲可能你一世都唔會睇嘅書，我睇完讀俾你聽，你聽完又再話返俾人聽，咁就搞掂晒啦。黃帝內經素問第43痹論。古人講痹，其實唔係單一種病，而係風、寒、濕三種邪氣一齊入侵人體之後，喺經絡之中糾纏而成。當中，如果風邪嚴重，病勢走嚟走去，位置唔定，叫做行痹；寒氣偏盛，痛感特別明顯，叫做痛痹；濕氣偏多，病位固定，黐住唔散，叫做着痹。痹病仲會因為發病嘅季節唔同，而表現出唔同層次。冬天發病，寒氣深入骨絡，就成為骨痹；春天發病，多傷筋絡，成為筋痹；夏天發病，影響血脈運行，成為脈痹；長夏發病，濕氣困肌，成為肌痹；秋天發病，先犯皮膚，就成為脾痹。一開始，痹病多數停留喺皮肉、筋骨之間，但如果病邪長期唔去，又反覆受風寒濕邪侵襲，就會順住臟腑各自相合嘅部位，慢慢入侵體內。好似骨痹拖得耐，會入腎；肌痹拖得耐，會入脾；脾痹拖得耐，會入肺。呢啲其實都係各臟喺自己所主嘅時令入面，反覆中邪所造成。一旦痹邪侵入五臟，症狀就會明顯唔同。肺痹會見到胸中煩悶脹滿，氣逆嘔吐；心痹就會血脈行唔順，心煩心悸，氣突然上衝，呼吸急促，喉嚨乾，容易嗳氣，嚴重時仲會出現恐懼感。肝痹夜晚易驚醒，飲水多，小便頻密，痛會沿住肝經牽引到小腹，好似腹部脹起咁。腎痹腹部容易脹滿，骨骼萎弱，雙腳行唔到路，行路時臀部貼地，脊柱彎曲變形。脾痹四肢疲倦乏力，伴隨咳嗽、嘔吐清水，上腹部踎塞唔通。如果痹邪停喺腸道，就會成為腸痹，成日會想飲水，但小便唔順，肚入面腸鳴，甚至出現食物未消化就瀉出嚟。膀胱痹就會出現小腹按落去痛，好似灌咗熱水咁，小便結滯，同時鼻流清涕。古人亦提醒，五臟精氣本來應該內守安靜，一旦躁動過度，就容易耗散。飲食過量，首先傷嘅就係腸胃。痹邪如果影響呼吸，表示痹病在肺；令人憂思煩惱，係痹病在心；出現遺尿，係痹病在腎；感到極度疲乏，係痹病在肝；肌肉消瘦，係痹病在脾。總體嚟講，痹病拖得愈耐，愈容易向內傳變。不過當中以風邪偏盛嘅行痹，相對較容易好返。點解有人得痹病會死，有人就長期痛，有人又好得快？關鍵喺病邪去到邊一層。痹邪入五臟，病情變得嚴重，甚至致命。停留喺筋骨之間，就會痛得耐；只停喺皮膚層面，就相對容易痊癒。至於痹邪點解會侵犯六腑，多數同飲食失節、起居失道有關。六腑各有對應嘅俞穴，外在有風寒濕邪從俞穴入侵，內在又有飲食所傷做基礎，內外交迫之下，病邪就順住俞穴入侵體內，留喺相應嘅腑。治療方面，五臟有各自嘅腧穴，六腑有各自嘅合穴，只要循經察病，分清病邪所在，揾到對應嘅穴位施針，病自然可以解。營衛之氣亦同痹病好有關係。營氣係由飲食化生嘅精氣，運行平和，入臟腑，走血脈。衛氣則較為剽悍，行得快，走喺皮膚肌肉之間。如果營衛運行失序，就會發病。但只要營衛重新調和，病亦可以轉好。歸根究底，
如果營衛之氣唔同風寒濕邪結合，其實係唔會形成痹病嘅。痹病嘅表現之所以唔一樣，亦同邪氣性質有關。痛得明顯，多數因為寒氣偏盛；唔太痛但麻木，多數係病得耐，氣血虛弱，經絡失養。出現寒脹，係陽氣不足，陰氣偏盛；出現熱脹，係陽氣偏盛，同風邪相合。多汗、皮膚濕潤，係濕邪嚴重，加上陽氣不足所致。有啲痹病唔算好痛，係因為病位唔同。發病喺骨就會覺得身體沉重；發病喺脈，血行唔暢；發病喺筋，屈曲唔能夠伸展；發病喺肌肉就麻木；發病喺皮膚就怕凍。呢啲情況反而唔一定劇痛，但無論邊一種痹病，都有一個共通點：遇寒，筋脈就會收緊；遇熱，筋脈就會放鬆。悖論完。多謝你聽到最後喎。如果大家對本集嘅內容有咩意見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一齊討論。如果你鍾意阿啤嘅製作，記得要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。唔該晒你啊！我哋每逢星期三、星期六有新片，我哋有緣再見。